别人说，生孩子比身上挨刀伤痛10倍，此话当真？微臣认为是20倍。太他妈疼了，还要几百回啊！娘娘，娘娘使劲儿啊！娘娘，给得你用力，娘娘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解脱？皇上恕罪，罪臣确实无计可施。从古至今，千万人都要经过这生产的阵痛才能生子啊！大胆！朕的皇后岂能和寻常孕妇相提并论？朕令你速速想出办法，解除皇后的疼痛。微臣遵旨，微臣遵旨。使劲儿啊！娘娘，使劲娘娘，哎呀，不够了，娘娘，别了！娘娘，来，我们一起把它拔出来，使劲！1、2。